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中东敢会出现着和平吗？坎坎坷坷死伤数万千，终于开始放人撤军要和平，但是和平敢是撤军撤半平？啊，阁有啥人要出这个中间500亿的美金？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政治大学阿拉伯语文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张景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彻。平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大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以色列敢真正的撤军，以色列甲哈马斯讲好要停战，加沙的和平峰会，那么要在米斯拉在埃及来举行着。包括着美国总统川普在内，有20多国的领袖拢会到场。目前第一阶段的停火，以色列军队已经撤出去了。那么哈马斯啊，照拼照行，甲人质拢甲放转去。埃及的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伊号，真侪国家的国旗升起来。这场由埃及主办的加沙和平峰会，要23当地时间下晡来举行。全球侪国的见证加沙和平协议的正式签署，当地和平广场20外参与国家的国旗也已经升起来，负责维安的直升机一直伫空中巡逻。除了主人埃及总统塞西甲川普、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甲法国这国家领袖拢会出席。دعم رئيس ترامب اللي احنا بنقدره ومتاكدين من قدراته على احلال السلام 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ان هتصلوا الى اتفاق يسعدنا ويعني يوقف حرب بقالها سنتين. 结束以下2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和平方案，以色列甲哈马斯拢同意啊。到以色列监督撤军甲换任一个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军队，即阵已经确认以军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准就等哈马斯释放48名人质，这内底有20人已完换掉咧，28人已经死亡。And as you know, on Monday the hostages come back. They're getting them now. I mean. 这是2023年以下战争爆发以来，双方头一摆出现的正式停火机会。线内和平计划第2阶段是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不过哈马斯一向拢表示讲这是不可能，也无这个谈判的可能性。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咱他看到这个加沙内面是破破烂烂，已经变成了战场，而且呢完全无法度收拾。但是有一阵啊，大家其实都已经无啥咧关心着这个到底这个加沙是啥物情形？那突然间有这个进展，和平出现着这个曙光，这是啥人造成的？还是讲其实是双方面大家拢拍甲真拍甲真烂死，拍甲真糜烂，无法度拄啊好互川普来介入，敢是安尼？还是讲有其他的原因？譬如讲，这个以色列的这总理纳坦雅胡，伊其实在国内已经搞好，开始差不多要熬油去啊，敢是安尼？丁老师，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会出现这样所谓的和平协议、停火协议，绝对不是因为以色列想要停战。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因为以色列它整个在战争下来发展下来，它其实是节节胜利，然后它的武装上获得美国的支持上，绝对是远远胜于加沙，所以它不需要有任何的原因去签署这个停火协议。那我觉得会签署停火协议最大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给他的施压。那我们就要去讨论说，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能够做这么多事情，都是因为有美国在后面撑腰。那为什么美国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他的想法？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几个原因。最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回到上个月以色列突然空袭了卡达。那我们知道卡达是美国在中东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他在那边有军事基地的这个进驻。
然后还有在川普上次访问的时候，卡达跟杜拜还有沙烏地说要在美国投资3兆美金的这个投资案进去，所以以色列它跨过了美国的红线，直接对美国的盟友进行了这攻击之后，造成区域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感到不相信，所以美国在区域上的联盟，他觉得需要做一些调整改变。那在国际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渐渐导向他们的风向，慢慢去比较同情巴勒斯坦，所以美国也不得不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们看到，甚至看到在以色列空袭了卡达之后，沙烏地进一步去跟巴基斯坦签了这个军事协议，对，这个就是让美国感到最担心的嘛，就是因为沙烏地为什么要签？沙烏地觉得说，你连你的盟友在中东你都不保护他了，那我万一被以色列打，哪一天被攻击了，谁来保护我？所以沙烏地做了这样一个动作，让美国感到非常的忧心。所以在国际上区域上来讲，美国不得不去调整他对以色列的一个政策，不得不去做出一个符合他的这个政治情势或区域情势的要求。最后还有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个民情的改变，就一开始其实美国民众大部分是支持这个以色列，可我们到后面看这2年来，越来越多的反抗声音出现，所以川普在明年他们这个国家面临这个期中选举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说，如果他们继续在支持这个以色列的话，那是不是代表说他的在国内区域跟国际上的整个层次上的这个利益都会受到挑战，所以他不得不去施压以色列去做。但是安尼若讲起来，安尼公路还是要算个川普有个定落去安尼。对，所以最主要还是川普要做的。对。但是咱嘛知影讲，其实以色列在美国的这个选举当中吼，这大金主，对着这个美国的政治吼，这个会当话最会简单，这难道嘛未去影响到伊明年的这个期中选举吗？当然会，所以我们看他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这停火协议当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停火了，可是它里面所划分出来这个撤退线啊，或是对哈马斯的限制，远远是多于对以色列人的管制。这就是没讲哦。对，这4项咱就慢慢来讲吼。所以要请教这辛老师吼，这内面写这头20条头1条啦，伊讲吼，加沙会变成去极端化，而且无恐怖势力的区域。但是咱也知影，嘿，叫伊爱撤军哦，哈马斯讲我袂使去武力化呢。这安尼这个和平，敢是会当长久？当然，哈马斯来讲吼，伊会感觉伊若完全无武力，以色列当时要甲拍，要甲消灭拢会使。伊需要这个武力来保护家己。毋过以早吼，哈马斯是用人质来作为保护家己的一个筹码。就是讲，以色列讲要甲哈马斯拢赶走，拢消灭，伊较会掂去。毋过哈马斯讲，我若放人质转去以色列就会甲我攻击，会甲我消灭。所以以早是安怎这和平协议也是停火无法达成，就是安尼，双方都坚持这个原则。毋过，这个时阵你拄仔讲着讲，这个情形会改变。我感觉第一个就是讲，因为以色列攻击哈马斯像顶摆伫攻击卡达，伊的几个领导人都互消灭了，伊的哈马斯的战略伊的各界的领导人拢差不多互消灭拢完啊，毋过伊袂停止反抗这以色列，毋过后壁佫有恐怖分子这无法度做一个保证，讲以后全无。毋过伊大部分的战略拢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咱知影顶届纳坦雅胡访问白宫伊甲迄个川普讲，我有写推荐书，推荐你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毋过咱知影伊即届无得到啦无得到，当然川普是足袂爽的可能对挪威增加关税毋过伊。我是感觉，虽然是安尼，伊可能是放伫明年的和平奖，因为今年的和平奖推荐的时间是到1月底。到1月底。袂赴期啦。1月底你拄啊上任无偌久啊，虽然你讲你停止了差不多7场的战争，毋过这拢算明年我感觉川普应该就拍拼要针对这中东的问题要停火。咱知影。美国拄啊开始的时阵拜登迄个时阵，因为迄个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所以伊徛伫以色列遐。毋过因为以色列攻击，你占领加沙就成即个人道危机即个难民的问题那川普要得和平奖，伊即个问题要解决。第二个就是讲，
美国提出所谓的Rivera 计划就是讲要甲加沙建设甲法国的坎城、蔚蓝海岸共款意大利嘛有一个 Rivera 的计划，毋过这个计划当然是为这个房地产的商人来讲是足好的，毋过上来做，毋过你就知影讲，川普伊有一个想法，这个所在毋好变成冲突甲战争的基地，变成和平基地，有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当然，哈马斯伊即马力量已经愈来愈少，重点就以色列。美国帮助以色列打败迄个伊朗，即马伊有伊的力量，甲伊的底气，叫以色列卖攻击。咱知影，本来美国攻击伊朗了后，以色列搁要报复，搁要攻击，毋过川普讲你袂使搁拍，真正以色列就无咧拍，即摆嘛是共款。我感觉是川普伊袂想要维持这个所在和平，说攻击纳坦雅胡，停止这个战争。你看到讲，无论伫加沙还是以色列，大家老百姓讲到纳坦雅胡拢甲互伊嘘声足济，毋过讲到川普大家拢拍破拢足娱乐的，你着看伊掌握到这民心的方向。但是这样听起来我替川普有淡薄仔担心呢因为就像咱张主任也讲过，讲这是开始刷来是毋是会当照步、照聘、照行这个无一定的。但老师你认为呢？因为按你看起来是美国强力咧主导，咧定不管是这边定落去，迄边移落去按来去做，伊搁要出500亿美金这钱是谁来出？那是毋是会到时阵，佮变做另外一个越南，变做另外一个阿富汗基斯坦？不，我个人是认为啦，这500亿美金问题无遐大啦，因为伊周遭迄寡阿拉伯国家，伊拢石油国家，伊迄钱拢真济啦。这样关键的问题是讲和平会使确定也无遐大，这才是重点。当然，这样上重要的就是讲美国正派200个军人去遐，可以维持和平嘛。我个人我是相信啦，以目前川普总统伊的态度，我感觉讲伊应该是会努力去甲伊做到。因过当然，这样才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变数佫足济，大家搁来谈判。因过至少，咱只先下一寡人质会使转去，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加沙走廊的迄寡人道的救援，会使入去，加沙迄些居民会使至少会使食饱，尤其是加沙伊60%其实是儿童诶，过去其实半数的儿童，迄是可能2-3万个人，安尼大项你过去2年的战争死去，所以至少卖个有种生命的上升，你人质也在转去。你加沙家的人民，伊嘛会使得到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援。我刚刚这是上重要。至于讲以后这和平要安确立，当然其实我嘛相信这嘛真麻烦的代志，毋是讲遐简单会使做到。因为至少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维持咱卖下战争继续扩大，至少卖像过去2年安尼。过去2年安尼，你看到迄加沙迄是真可怜的所在。9%会建筑行炸毁，然后人民那个流离失所，然后一寡儿童无饭会使食，迄真正是人间炼狱的尴尬。你至少从这的状况，你还解决起来。当然以后是毋是讲会使完全解决问题？老师，你有感觉真悲观的乐观？不，我是感觉讲以后，我是感觉讲过来谈判啦。因为这样谈判重点就是讲，你到底要下巴勒斯坦建国啊，无要建国嘛？有啦，伊第19条有讲嘛，从加沙中间逐步推进，且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改革获得确实的执行，最终具备实现巴勒斯坦人自决建国的途径。还是第3阶段啊。讲了真济条件的。因为纳塔雅胡以这中立已经明白讲过啊，无可能下巴勒斯坦建国。另外一个重点当然是以色列也撤军，都像张主任讲的，
以色列撤军，伊到底要安怎撤，啊要撤偌久，啊伊撤军的范围到偌济，什么所在，迄个真侪个谈判的所在。哦，因为至少你系以色列卖个攻击，卖个去轰炸，啊这是上重要。哦，啊另外一个重点，上无是人道的理由啦。对啊对啊，啊至少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哈马斯，你至少你卖个继续去恐怖攻击嘛。哦，因为哈马斯你要解除武装也无，我就感觉这嘛无可能的代志啊。无可能的代志，李老师你认为咧？是啦，因为即马哈马斯对因来讲啦，因其实一年外前吼，因已经承认嘛，因内部已经有传出来讲，因的2年前的攻击哦是一个错误啦，伊家己知影，因到尾家己有承认啦。当然伊袂对我讲，啊，无然这个消息走漏出来，因为大家拢知影嘛，因为这2攻击了，变讲以色列强烈的反击的时阵，即马是啦，加沙走廊变安尼嘛。啊，即马这个哈马斯的根据地哦，加沙，伊就去以色列甲美国连根拔除啊。伊这个20条，这个内面有讲啊嘛，哈马斯，伊如果愿意和平共存的哈马斯，他愿意让接收国平安接收过去，哦，叫伊离开。然后咧，你要解读你的武装。啊，另外上调的是，这个重建过程呢，你哈马斯不应该参与。比如讲，美国啦、以色列啦，要甲哈马斯踮咧加沙走廊的势力连根拔除啦。因为大家拢知影，哈马斯是这个巴勒斯坦内面。实际咧管理加沙走廊的一个组织，哦，因为哈马斯这个加沙走廊其实甲即马巴勒斯坦其实2个是，以中央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啦，2个没有相连，所以变讲这个加沙走廊其实实际上是哈马斯的管控，啊，因为因对这个基站的照顾其实做得袂歹。所以有啥物特别的人民70%以上咧支持，拢是支持哈马斯啊。所以今嘛哈马斯完全被排除掉这个重建的过程的时阵，哈马斯内面的人，咁会吞论落去就讲好啦，阮接受啦，还是他们会另起炉灶，这都唔知影。所以这有关这个未来的和平计划，有法度成功无？这古早话咧讲哦，斩草不除根啦，春风吹又生。因为对这个阿拉伯国家来讲，前面讲起来，头先3个老师有讲过，今嘛中东地区就侪阿拉伯国家慢慢啊想要甲以色列改善这个关系嘛，因为大家都知影，40年来为2战开始到今嘛，拍甲大家无想要搁拍落去啊，所以大家想讲和平嘛。啊，问题咧是激进组织，加嘛有激进组织，而且背后的最大金主像伊朗啊，即马足侪人就是看伊朗咧看，所以即马无一定哦，无的确，即马哈马斯有的，你讲有的落网之鱼，他们逃窜去伊朗，在伊朗下面重新组织，结果事实攻击，唔知影。这个看起来咧悲观吼，嘛毋是讲悲观，就是讲你即马就有法度，你若讲尊重巴勒斯坦想要建国这个愿望，好，这个2国方案，那确实有慢慢去做的时阵，无定啦，无的确，大家就感觉讲，既然有法度的时阵，建国有望，啊，就不一定要用暴力手段。就为了请教的主任吼。就我迄阵是咧读阿拉伯史的时阵，阮就知影讲吼，阮的老师有当时7日战争的时阵，讲庆忌啊，对这个侵蚀安尼飞过去啊，安全拄安全吼，已经也是说一个30-40年过去啊吼。在你来看，你认为这个和平敢有希望吗？因为我看起来，这对这加沙的人啊讲，对巴勒斯坦的人来讲，其实。无啥有公平可言啦，吼，就是爱，反正你就是双手爱放落来，啊，好好来啊。但是世界各国
要来投资，要来给你重建。即我上惊的是毋是后来变做无政府的状态，变做是罗马黑社会来统治？这咱嘛毋是捌看过啊。姜老师，我觉得他们离和平还蛮远的，因为我觉得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如果要达到和平，一定是要一个两国论方案才会达到和平、永久的和平、长期的和平。可是现在看起来，川普里的这个停火协议只是让他暂时不要巴勒斯坦人不要面对以色列的炮火直接攻击，可是并没有说。你要让他完全成立一个国家，那再来，我们看他犯了个跟2006年一样的错误。2006年的时候，巴勒斯坦议会选举，那时候选举出来最大的党是哈马斯，那个时候哈马斯就应该出来去领导这个巴勒斯坦政府，可是西方政府、以色列政府直接拒绝，所以这反映什么？第一个，哈马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像刚刚各位老师提到的。那再来，你把最大民意基础在当地最大民意基础上最长期统治的一个政权的人士要把它排除在外来做管理，这绝对是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我换机军啊就好啊。所以我觉得我卖叫哈马斯，我叫 SMAS。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讲得很不明确，讲得很不清楚，你不知道他之后会怎么做，他可能就马上以色列如果随时收完人质之后，他反约他攻击他说，你看你们让哈马斯继续执政什么，就开始找一个借口，又很容易再进去出军。所以我觉得要达和平协议还很大的距离。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忘记了，巴勒斯坦不是只有加沙，当然加沙受最严重创伤的地方，可是西岸。以色列并没有在这一次的停火协议当中提到任何有关西岸的事情，可是西岸是跟加沙是连在一起，才是成为一个巴勒斯坦的。那以色列其实在几个月前，他还提出我们要继续屯垦区扩张西岸的这个领土。基不是啊，个足多。对啊，所以我们看得到是说，以色列政府他并没有一个真的要让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个情况。那美国政府所提出来的和平协议的停火协议，也真的只是暂时想要交换人质，然后先不要炮火猛烈的攻击。可是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说，那要谁来领导啊？过渡政府啊？政府的组成有哪些国家参与？他并没有讲得很明确，就连他们受访，川普在飞机上访问他说，我不能跟你讲有谁，应该可能他自己也不太确定会有谁参与，所以他才这样讲。对，丁老师，如果你那是川普边仔的幕僚，伊这个人你就知吼，伊爱有实际，爱佫想讲要得冠军、得金牌，明年要摕和平奖。你要安怎甲讲，叫伊就要做好心，互这两国的人民，莫讲两国啦，上无互这个巴勒斯坦的人会当安居乐业，敢有法度？我觉得你拖大腿，这个还蛮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国际政治不管是哪个国家，它最后一定是看自己国家本身的利益。那对美国来讲，它的利益并不是。绝对不是人道，因为你2年下来已经死了68000多人，18000名小孩丧生，医院学校被轰炸，他从来都不讲话。那为什么这时候讲？就回到刚才讲的，他是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他才开始要以保护人道、终止战争的名义进来。所以如果没有让他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利益或是经济利益的话，我觉得这个政府并不会有太大的，不论是这个政府或其他政府也是，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敢有可能讲像纳坦雅胡这种鹰派，伊可能民调也真歹嘛。伊可能啊，这代志啦结束，伊就要改选啊。伊这改选换一个较软的，敢有法度？如果换到一个比较，如果以色列真的内部改变的话，那还有可能。可是现在就看内塔尼亚胡会不会被换掉，因为我觉得以色列内部他们其实也不是完全都是所谓的鹰派。所以，如果内塔尼亚胡下一次的选举他被换掉的话，那才有可能慢慢看到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和谈。可是这个都是环环相扣，所以很难去预测。对。这种操之在人，不是操之在己的哦。老师，谢老师，那是就现在武力来讲，哈马斯应该是等于0啊嘛。对。等于0啊，所以完全无反抗的机会。对啦。毋过因即马嘛是讲，伊无爱放弃伊的武装，就表示讲，伊其实背后嘛有伊拢也门组织，还是真主党背后嘅支持。伊若想讲，伊若要反抗以色列，伊会使为乌区还是这国家管道摕着这武器。重点是讲，伊想要安尼做无？第一个就是讲，伊的动机若是讲要保护家己，毋爱互以色列安尼个入来加沙。甲阮找一个理由，拢甲消灭掉，伊还保持一个武装。毋过这个武装可能是地下。你拄则讲着讲纳坦雅胡政权的问题吼，咱知影即届即个停火协议有经过纳坦雅胡内阁会议开会，敢若1个还是2个迄个极右派的部长
敢若国土安全部还是部长讲反对，其他拢赞成。赞成啊，表示讲规个以色列以前是那他有讲哦，临时搁伫遐，所以要继续作战。即摆若临时拢转来了后，我想讲这内阁可能有别个想法，就是讲上无嘛要休困一两冬，哦，若无对以色列来讲，真正经济也是伊的财产、人民伤亡嘛是搁会增加落去。对于哈马斯来讲，咱知影伊对这个和平协议嘛两阶段的同意。首先是伫卡达伊的领导人讲同意，毋过伫加沙的领导人讲反对，对，后来佫同意，表示讲伊嘛知影，即摆若继续反抗落去，对伊嘛无帮助，尤其是人道危机，所以即摆即个时阵，其实对双方来讲，停火暂时毋爱有战争，对双方用有利的。另外对阿拉伯国家来讲，沙特阿拉伯、卡达、埃及对这国家来讲嘛足有利的。所以第一阶段即个条件是安怎遮门槛遮低，就是讲上无嘛爱上这个战争先甲停落来。毋过停落来就是讲哈马斯伊的武力莫互伊恢复。以色列这个部队，毋好讲伊趁这个机会个攻击倒一个哈马斯，这最重要就是讲。那以色列讲，才有一个高阶领导人，有那哈马斯去攻击以色列目标，伊绝对报复，因为以色列伊的文化就是有仇必报，你攻击我，我嘛爱攻击你。所以哈马斯若稳定无报复，以色列遮，咱知影这川普有讲，伊要派200个军人为中央司令部派出来来遮，来遮当然第一方面就是。莫互以色列采取这个报复的行为。我相信讲，因为以早这个以色列部队嘛有驻扎加沙，后来撤出来了后，即马搁入去。我相信总有一天伊嘛想讲要撤出来，因为伊伫遐，伊就会成为这个攻击的目标。因为这哈马斯的人、巴勒斯坦人看，一刚看到你，对啊。对，若无就是讲伊的亲情、伊的家人伫这个战争当中死去，伊就要报复。你报复以色列军队就会成为目标。那甲以前共款，伊撤出加沙边然后防止这个加沙发生动乱，嘛是一个解决的方案。这我要来请教陈老师因为川普这和平计划，哇，讲了3个阶段看起来是想了真久啦但是，咱就知，迄第2阶段开始就真困难啊！叫伊武器要放下，你拢袂当参与，这明明，但是这是安怎想出来？这是想出来种，就依照以色列的这个要求讲，我就安尼写，以色列才来同意嘛？那这种代志是安怎会当来出台？就是反正你哈马斯，你就是拍个涂骹。你就听我的话，是安尼这个理由安尼嘛？不，这上重要来讲，爱和以色列莫个轰炸。简单一句话，就是莫个死人就对啦。你一直轰炸，你过去三天，你停火协议10月9号开始，到今日3天，你嘛是继续拆除300外个人死去。是啊。所以上重要是莫个死人，莫个死人包括讲你以色列你袂使个轰炸加沙，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哈马斯，你的人质，你也该放落去，大家拢放落去以后，安尼基本上，咱的迄仇恨莫阁继续累积，这是我相信这是这个川普政府伊上重要爱做，因为这样国际压力已经真大，你会看世界足侪国家，伊拢有一寡支持巴勒斯坦人，他支持巴勒斯坦人，不是讲支持讲哈马斯，而是讲这样离加沙走廊，伊这样已经有67000外个人死去。90%的建筑物拢行摧毁掉，这真正是很让人家感觉讲真悲惨的代志，大家希望讲莫阁有这种死亡的这种代志开始。第2阶段我是感觉讲啦未来上重要就讲你国际的维和的力量，你爱入去。因为基本上真啊，你加沙走廊，我相信你嘛袂使讲和以色列继续通敌，因为加沙的老百姓无相信以色列人嘛。另外一方面，你嘛袂使讲和哈马斯来通敌，因为哈马斯通敌，以色列无同意。
安尼你国际接管委员会，你都要强力去运作，发挥作用。啊，你要强力运作，你爱有一个国际的维和军队，你爱入去，强力来去维持这加沙走廊的秩序跟安全，然后排除以色列军队跟哈马斯的军队。啊，你也是安内总控，你也使维持一定程度的秩序的时钟，然后咱都来重建，哈加沙也使经济发展起来。啊，经济也是讲经济也使发展起来，或许你也使讲解除迄寡巴勒斯坦人也他那种过去那么多人家庭死亡的那种怨恨怨气，然后还刚刚讲啊，我只要会使努力工作，我就会使赚到钱。那的家园都会使会使和平，安尼或许也无想讲要向以色列寻求报仇。那以色列当然伊现在上重要，可能瓦哈巴勒斯坦建国嘛，啊建国这问题，咱就慢慢讲，可能讲一个10年、20年拢无要紧嘛。至少你卖个死人就对啊，我刚刚这是上重要一个原则啦。这其实进前超过2礼拜，咱就知影讲，这个英国开始有要来承认这巴勒斯坦，那是毋是这个因素，致使着这个传播开始有警觉着讲，世界国际社会开始有咧注意着讲，这加沙实在太凄惨了，你连这建材都无爱用入去，人要中间的物件都无去。但是我也是要来请教咱李老师这个中间的系统，咱就知影过去其实中东足一摆的啦。是啊。咱后这南平啦，这其他的所在啦，这无一摆成功的啦。啊，这敢有可能？这届确实因若要中建一定要有几个角色，一定要伫内面啦。第一个像头先的3位老师咧讲的，维和部队一定要伫内面。啊，这维和部队咧，我是感觉讲西方国家的角色无去伤重，西方的国家啦，爱顶多爱啥？迄阿拉伯国家，就是讲较有巴勒斯坦人较信任的阿拉伯国家，会派军队伫遐维和。啊，当然这头是联合国咧指挥啦，咧统整。你若安尼时阵，上少踮咧迄边，大家就感觉讲，这是咱家己安尼讲，咱的。以色列袂感觉讲好，我做拢恁的人。无要紧啦，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伊的军力对因来讲，相较于他们，嘿，相较来讲，以色列较强啦，所以是唔惊啦。而且你一来维和嘛，所以对因来讲，对以色列来讲，其实不会造成太大威胁。我唔是讲完全排除西方的部队啦，我是讲这个组成内面可能中东国家的角色爱较重一个。啊，第二大家拢袂记哩。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角色伫倒呀？无去啊，有无？大家看这20点计划内面除了之后壁有一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大家讲去买那去参详这个和平计划以后，其他几乎拢无看伊角色。问题就麻烦啦。这个自治政府，你若讲后摆要推建国，照你讲，你的自治政府。角色是足重要的呢。啊，问题即马大家看，这个和平会议内面看无到这个角色呢。所以后摆这个政府是要安怎组成？啊，为什么哈马斯踮咧加沙走廊？啊，像老师讲，为什么进行这个选举，伊会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我记是124席内群，伊摕到七成以上的席次呢。啊，为什么这巴勒斯坦人遮支持伊？主要是啥？原来迄阵这个掌控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迄阵伊讲进行一个叫做法塔嘛，迄阵被认定是啥？贪腐啦、腐败啦，甲西方勾结啦，所以你要怎处理这阵人？这嘛就是一个问题呢。因为事实上，大选时阵伊已经失败啊，对啊，无落来嘛。啊，问题因为伊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无落来啊。啊，问题即马足侪巴勒斯坦人无相信伊啊，所以可能解决了一个
解决一个方法就是讲，等这个较平静的时阵，伊可能巴勒斯坦重新选举啊。这我要请教张主任哦，敢有种可能啊？吼，这听起来敢若俏谈啦，但是吼，我有可能讲无按加沙家己一国。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加沙自己一国，因为巴勒斯坦人他即便现在有2个政党，法塔跟这个哈马斯在各自管理一个区域，可是他们整个的认同还是在一起的。就想要到底。可是现在我觉得，你就无都到底。其实也不会不行。为什么没办法到底？为什么没办法在一起？最主要就是因为外国势力的介入、外国势力的干涉、外国势力不承认，所以最好的方式，就像我们看叙利亚刚阿萨德下台，这几个月下来还算不错，我们过渡政府再重新选举，议会刚选完，所以我觉得什么是最好的呢？就是让当地百姓确保他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自己去决定自己的未来。巴勒斯坦经历了这么几十年来的自治，他们也培养出一定的官僚体系、政治人物，然后一些熟悉这些治理的人士，所以他们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去管理自己，而是说你的国际上或区域上，或是他的邻居有没有给他那个安全感，或是那个稳定性，让他自己去管理自己。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哎呀，我们需要去介入他，我们需要去保护他，我们需要去教他怎么做。这就是一种一个这个后面殖民国家会觉得说，哎，他们不够好。对，注意，这真现实的啊！我要帮战你，给你中建，我落地啊爱摕钱出来啊！我是无条件给你帮助吗？吼，无恁来贷款啊！恁这项物件通好贷款，你嘛无嘛？我是无条件给你中建，这中建我淡薄仔爱累转来啊！无累转来，上无恁的人嘛爱甲我来夹出，这就是现实的社会嘛。对，主持人讲的很重要一点，所以就是看哪一个国家最后有那个能力，对去做。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很理想性的情况，就是大家都不要介入，让他们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这我觉得才是可以真正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转型的一个情况。可是这个很难达到了，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外国势力之外，你还有邻居随时给你一个攻打，或是美国突然就是给你翻盘。不，因为这过去国际上嘛有这个惯例吼，我来请教新老师吼，嘛有这种惯例就是讲无恁就国际托管。哦，宣布国际托管，敢若是加沙国际托管来托管在相当的这个时间了后，再来讨论讲，恁是要甲Jordan 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巴勒斯坦要合并，还是讲恁要来家己要成立一个自治政体，敢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咱看到这白宫的20点的计划吼，第1点到第8点是较门槛较低，吼，这较简单解决。毋过为第9点开始，伊就有讲到讲后来要安怎处理。第一个就是讲由迄个巴勒斯坦因家己的人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委员会，伊家己治理家己。毋过伫这个委员会顶悬呢，有一个和平理事会。这和平理事会呢，川普家己主持。邀请足侪国家领袖加入这个理事会，就是讲，伊决策是这个理事会，毋过管理是巴勒斯坦人家己来管理，伊无要解决这个所谓国家还是要独立的问题，伊后壁有讲过，第3点讲要成立一个特别经济区，就是讲，由这个委员会甲这个理事会来管理这个加沙地区，我互你重建。我互你经济变好变成经济特区了后要建国还是要安怎处理问题后壁慢慢解决。伊就是讲用这个方式先维持这个所在的和平，因为讲国家的问题啦、选举的问题、政权的问题伤歹解决所以第一阶段若会使成立这个委员会，尤其这个和平理事会，咱遮川普邀请足侪国家的领袖，尤其是这足大的国家，可能中东嘛有国家参与那伊讲大家拢出钱帮咱伊讲要安怎处理这个巴勒斯坦重建的问题。我感觉若重建的问题，互因经济变好，伊种要攻击以色列，还是要反弹这动机会降低。伊讲伊嘛要追求足好的生活嘛若讲加沙会使重建，真正变成蔚蓝海岸我感觉会使有效降低这以色列甲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老师是较乐观啦吼。我是看这过去加沙有一段时期其实是真发展就发展到
大家开始就想讲，我来组织起来，哦，就是有开始有出现着即个较极端的即个分子，甚至在选举的时阵，我有看即个影段，在选举的时阵讲到安尼，喙角全破安尼吼，嘛真厉害。所以这我实在是对，因为这实在是世仇啦，哦，这几千年来的世仇啦。若是这种方式，联合国的这个介入应该爱真强烈来上无。啊，像头仔陈老师所讲的，恁两边要分较开的，吼，互恁自治会使，但是两边要分较开的。这种破败，联合国靠有这个能力，无落来靠川普，川普，我讲白，恁两党了后就啉啊，敢会阁继续？确实啦吼，这世仇吼，这几百年、几世纪世仇，然后正啊这2年。巴勒斯坦能够吸6、7万个人，这些仇恨，这是就派化解了哦。所以确实啦，我个人我是感觉讲，你讲要建立国家，以色列一定反对到底，哦，因为建立国家的意思就是讲，你巴勒斯坦人你会使家己管理家己的政府，管理家己的国家，安尼你的这种状况，你一定够有恐怖攻击，一定够会想要报仇嘛。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可能。我50年以后才有可能去想的代志啦。真正上重要是讲，你先恢复秩序，像拄啊沈老师讲的，你经济先还会发展起来，大个人袂讲佫无物件会使食，你看有人咧，你抢迄食物，迄是真正是足可怜的代志，然后卖佫有迄种轰炸，拍死遮尔侪人的代志，你恢复一个秩序，恢复一个秩序上重要当然。川普伊作为这和平理事会的主席，伊当然爱强力介入。我个人我是感觉啦，因为正啊加沙已经引起国际足大的关注啊，因为实在死6、7万人啊嘛。我相信一寡阿拉伯国家包括一寡西方国家，应该拢很乐意讲要派一寡维和部队，然后来去维持这个秩序。至少这个所在会使开始重建，会使开始发展伊的经济。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啊。这发展经济讲真简单我所知我有加沙的朋友袂前袂后迄阵时开始，以色列开始攻击的时候，拢走了。厝里连这盖照就是我这厝是哪里是哪里倒位是倒位了，拢分袂清楚啊。规个要定位。经济的这个地位、社会地位、甲社会组织，规拢毁坏去安尼。这要中间实在是老实讲，是足久这联合国实在讲，应该不管是干要让空嘴布置，直接实际的行动啊。除了老师你他所讲阿拉伯的这个国家爱维和部队，西方的世界应该嘛爱负担。部分的责任，无因公那时阵讲我实在是对不住。这确实啦，因为大家拢知影嘛，以色列为什么踮咧1948年应该建国，就是当阵因甲英国拜托嘛，所以英国踮咧画一个所在，画起讲这互你，就甲迄边的人，迄当阵已经踮咧生活一2,000年的巴勒斯坦人赶出去，赶去边仔去嘛。讲为这个所在，互你以色列人、犹太人建国，重新恢复以色列。问题就是讲，我叫你赶出去，我一定唔甘嘛，心有不满嘛，所以我们才开始为以色列建国开始有一系列的战争啊。张老师已经讲清楚嘛，一系列什么6日战争，什么，反正一系列啦。你要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就是建国历史几乎就是战争史啦。所以讲你若正要彻底根除这种永久杀戮的这种方式确实啦。你讲互相和平共处，这个是一定爱做的。所以为什么今麦英国啦、加拿大、法国开始都要逼讲以色列，你一定爱尊重这个巴勒斯坦人建国的这个愿望。爱和平共存。问题就当然，这嘛上麻烦是讲，
这个领土要哪画？第二，对耶路撒冷的定位伫倒位，这个就麻烦嘞。耶路撒冷即嘛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卖讲，基督教即嘛无一个国家，你讲犹太教加这个伊斯兰教的圣地。大家拢想要用耶路撒冷作为他们首都哦，这讲会出讲，干嘛都讲会平，因为以色列坚持不让嘛，那坚持不让的后果就是怕，所以讲除非讲后边以色列因为政局的改变，所以来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政府，然后愿意跟巴勒斯坦来和谈，来和平谈判啦。无，即马确实足艰苦的，足难的啦。而且即马巴勒斯坦，你讲阿拉伯国家，除了伊朗以外，其实足侪阿拉伯国家慢慢嘛想要甲以色列改善关系啦。上少大家和平共存啊啦，无想要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不过问题就是讲，因为那伊朗伫后壁直咧塞人的时阵，即讲和平。嘛，足歹达成的，因为有伊朗后壁咧塞人，因为伊朗有钱啊，伊朗有钱啊，佫会对外散布这个恐怖主义，甲这个我都讲嘛，这个叫做 anti-Semitism， 反闪族主义，佫一个 anti-Zionism， 就反西安主义，反以色列建国嘛，所以这种的观念若无改变的时候。中东的和平确实最难的。听早李老师所讲的，就是伊朗就是中东的歹人。这主任就知影，咱咧读册的时阵哦，伫阿拉伯系咧读册的时阵，咱知影讲，这歹人唔但是伊朗一个啊，这真侪人在过去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坎切，这个独手无数啦。你像，但是我要问的是，像譬如讲。叙利亚倒台，就是因为伊朗无法度啊，同款的逻辑，敢有通啊出现在哈马斯顶头？其实，我觉得伊朗啊、也门的胡斯啊，或是这个真主党，他们已经没有太大的想象中的能量，可以像之前那样去支持法。没有，我觉得没办法了。对，从几次以色列对他的攻击，然后他的回应来看，他已经没有能量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伊朗不用把它抱太大的期望来影响现在内部的一个情况，反而是刚刚提到说，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他们如果真的进来，会不会造成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竞争？比如说卡达要当老大，那埃及又不喜欢卡达，对啊，那你说你要卡达又是比较亲哈马斯，比较亲穆斯林兄弟会，那会不会造成说区域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个不和再次出现？所以这是可以另外观察。我觉得伊朗可能现在他比较难去做太大的一个角色，在几次跟以色列冲突之下，我们看到是它是一个蛮脆弱的一个。状态，这除了伊朗之外，老师他也讲，卡达尔，埃及，阿加米斯拉，这两位，咱他看新闻台内面，人这埃及的，人伊总理安尼真欢喜吼，敢若讲这代志是我促成的哦。卡达又讲这回大就背给我咧，伊的讲话嘛不这样硬哦。这老师有点到一条，因这彼此之间的维和部队去。这目的要是自己先爬起来哦。不要忘记10年前，埃及才跟沙烏地阿拉伯、还有巴林、还有这个阿联酋围堵了卡达，围堵了好几年，所以他们的间隙还存在，然后去竞争这区域间的这个次等强权的这个问题还是继续存在。所以我觉得，如果部队进去，那由谁来主导？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去产生、去讨论。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还是西方的来开始。我也没有觉得西方的去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刚刚讲的，我觉得还是由当地人自己来处理是最好的。那西方要做的就是观望，然后确保不要发生冲突或是暴力事件。然后这按跟走共了，你看，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他们如果美国能够阻止以色列做任何的攻击，我相信巴勒斯坦这边为什么极端主义的出现，也是因为一个占领、一个不断的攻击、一个不断百姓被荼毒、被杀害，才有极端主义的出现。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极端去。自杀攻击这个以色列人，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因素去造成他们做这么极端的方式，以自己的生命去做攻击。所以，如果以色列政府真的确保他不会去对
加萨去做一个攻击，或是不会对甚至西岸。你刚刚有提到说耶路撒冷会不会成为他们首都？耶路撒冷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成为巴勒斯坦的首都，因为他们以色列弄的那个1万计划，就是要围堵住巴勒斯坦跟这个西岸跟耶路撒冷的这个连接。所以以色列如果他不向巴勒斯坦释出真正的善意的话，然后不断去破坏自己达成的协议，那这个问题就会继续下去。所以重点应该是美国爱把这以色列移甲真暗才发动。对，我觉得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从这个计划看起来还不明确。因为就像刚才讲的，你撤出的时间点不知道，然后你撤出的领域，传播晚年要选举，这些，新老师你安怎看？咱看到以色列内阁会议咧开会的时阵哈，川普的查某囝甲伊的囝仔无参加，伫记者会所表示讲吼，其实有这个能力来影响以色列的内阁，那是讲要定选吼，可能纳坦雅胡可能会落来，哦，迄个时阵就是讲毋免用定。就是讲用传播影响力的，在影响个以色列的政权。拄陈志明老师有讲到讲国际维和部队，我是感觉这个所在用联合国安理会来派这国际维和部队可能较困难。毋过伊这20点的计划里面有讲到讲要成立一个国际稳定部队。这国际稳定部队就是美国甲伊的找国家、甲阿拉伯的国家来组成一个部队来维和。这可能性可能较悬，另外讲边仔的约旦也是埃及，可能卡达较袂啦吼。这两个国家若会使派这个部队，我是感觉南部会使互埃及，甲美国，东边会使互约旦也是美国，这可能较会成功。用这个国际维和部队，因为这个维和部队，你若讲像中国啦、印度啊，这本来就派维和部队较侪人，伊无可能去迄个所在。所以由联合国来派遣这个部队，可能困难性有较悬。那毋过这是第二个阶段上重要就是讲，唔爱互哈马斯有武器，唔爱互因因为仇恨攻击以色列你会使叫以色列讲这简单的个人仇恨尔，你唔好派部队去轰炸、去攻击这个哈马斯。过去都是安尼对就是讲纳坦雅胡落来，可能较简单，较会使做到这款的行动。但是这就请陈老师来讲看卖这维和部队我就想到讲这1930年、20年代喺上海每一个租界的所在，拢有商团，拢有因家己国家的部队啦。当然嘛有迄个本地的这个汉人变做因的部队摕武器，伊嘛有可能讲这哈马斯的人就变做商团的一部分，嘛摕下来武器来维和我这个上海无共款啦因为其实我是讲加沙差不多200多万的人啦因为毋是讲偌大一个所在啦真正上重要是讲爱这个所在莫个大家把大家看电视一路人死去，一路人夭死安尼状况所以基本上。因为毕竟你过去2年，你已经有6、7万人的种恩怨离遐死去所以我是感觉讲短期之内你一定是讲爱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和平委员会川普伊讲伊要做主席嘛，伊来强力主导，强力来维持这个秩序，卖下以色列来管啦，嘛卖下哈马斯来管，然后我用一个国际的一个和平委员会来管，维和部队不是讲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啦，主要就反正是国际性的部队。这个部队嘛，无一定讲完全讲阿拉伯国家，因为阿拉伯国家当然就这分老的。美国我相信伊嘛是上重要的一个关键，以美国也在影响你以色列的那个军队，你的很多军售你都靠美国买下你嘛，你美国你自己本身可以派的军队，当然你还是最强大的实力。所以你可能你嘛在用北约的名义是讲用什么的名义至少让新总价的秩序维持住，然后开始紧来重建，然后卖够有轰炸，卖够有人要死我刚刚这是上重要的啦。较务实的角度来看这个停战终归尾是好的代志啦咱无必要一定爱甲悲观来看待啦确实啦，因为咱对因来讲，即马若到双方会个停火。这是上重要的所在。第一点嘛，第二点就是要紧，互人道的这个运补紧入去。
因为无你内面人一定死愈侪，像老师咧讲的嘛，内面足侪拢是囡仔嘛，拢孩童嘛，即摆营养不良、疾病的，医院的医疗设备完全几乎是拢是无嘛，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做。上后壁就是讲，你后摆是两边双方是要安怎去看待对方啦，是要和平共处，还是要继续拍？这就是足麻烦的。对足侪人来讲，是感觉讲，经过这2年的教训，大家是感觉讲，应该后摆卖拍较好啦。问题就是双方一定有比较偏激派嘛，比较激进派嘛。万一若讲袂好，若搁拍落去，这嘛问题。